大堂讲，伊也钓到给你的猫王给个诶。拜托，莫过于好冇，生意呢吼，唔止头天呐。娘就本来没做反酸墙，俺没做反酸墙，见好色哦。哇，芒果青诶！啊，这什么东西呀？绿绿清清的。哎，芒果，我想到了，冯爱，是谁在偷我家的芒果？给我下来！谁我不聽啦我，做壞計唔地放揚，從多個聽啦我，要企到上做貓王，個落氣未變難養，想個冇機關於上，成功嘅夢，為這樣開始投降。前跳啦我，前所在來其跳空，是當朝跳啦我出現難度形容，個落見嚴並安想當然成成功嘅。出来了！阿潘，出来！阿潘，哎，老怪啊，做乜嘅啊？發生乜嘅事情啊？阿強，條下本人捉去警察局咧。啊！进去！蔡警官，请你把这小子关起来。昨天把我打伤，今天又到我家里偷东西。我看过几天啊，他要杀人放火了。乜嘅事情啊，老表？你又发生什么事情？硬跟我们还拆了呀？我是偷你家什么东西了？你爬我家的墙，拔我的芒果，不是偷是什么？哎，你一路把我带来警察局，你看，在我身上，你有看到半颗芒果吗？蔡警官，有人看到他偷摘我家的芒果，特别写了张纸条告诉我。您请看，屋主请多小心，有人偷你家的芒果。蔡警官，这个就是证据啊！哎，你还骂人家给啊？怎么样？没话说了吧？老乔，你做乜头上人反酸的呢？蔡警官啊，講頭也太過分了吧？我睇睇前夫嘅樣式啊，佢路上嘅反酸，我幾多就砸幾多啊！佢反酸等啲路空，根本就冇人愛啊！那根本就是沒人稀罕的東西嘛，怎麼可以說我偷呢？什麼叫做不稀罕？那你偷的又是什麼？老沈，你也別那麼生氣嘛啊！蔡警官，我怎麼能不生氣呀？我昨天被他打了，今天到我家來偷東西，還約了共犯。我抓住他的時候，我看見那個王八蛋拿手電筒給他呢。共犯，老喬，咁真有樣嘅事情？繼續老沈，終於有看到我咧。阿強哦，唔會留意咩啲嚴重嘅事情哦，講出去嘅啦。然後先去警察局看一下。好。當時現場還有朋友嗎？冇啊！你蔡警官，你們看看，這是什麼態度啊？偷東西還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。本來就沒什麼事情嘛。哥哥，人家個人偷東西，你抵啊唔抵啊？我已經派人去通知人媽媽呀。唔該晒。見咩阿強嘅咩？哎呀，哎，空嘢，空嘢。
用的啊？哈？你录死棍啊？哈？怎样来反酸？不看按多手那个人心拉没？你怎样来反酸做乜嘅啊？我希望用團狗睇我。哈？唔講啊？你唔講快啊？哎，阿嫂，阿嫂，沈先生，快些啦！迄個生意冇搞好，我拜託俾你機會好冇？還拜託啦！你儿子他打了我，今天还敢到我家去偷东西，我非告他不可。老沈医师啊，讲一摆啊，佢吃到一本小枪一定要高熏啊，一定要枸杞啊。快些啦！而家我一個做嘅爽嚟講，是看下先啦。看到牙妹要拿反酸槍老人拜託，我實在唔知要講乜計。雖然我清好記錄嘅反酸槍，而家我一個做嘅。不過送人家種東西，我就吃到清排泄。快些，還拜託好冇？我樣嘅老牙妹講，佢都冇喺糖啦。你一個做嘅啦，小靜啊，是看下先啦。你也是看下先啦，一個做嘅，爽嚟講。阿妹，唔好再拿嘢嘅送人啊！拜託嗬，唔好同生意嘅計較啊，好冇？拜託啊，拜託啦，拜託啊！老沈，我看他也不是故意的嘛，你就得饶人處且饒人了，不要跟小孩子計較了。是啊，人家妈妈都已经道歉成这样子，够了啦。就这一罐芒果青，就能把事情打发了。你不是要补偿我吗？我就给你一个补偿的机会。老沈，你葫芦里面卖什么药啊？我要求你精神赔偿费，一口价5万块钱。你说什么啊？5万块，你干脆去抢好了。老沈啊，你真是狮子大开口，你还真敢呢。我无所谓啊，不勉强的。妈，不过阿强偷东西哦，那代价做赔钱啦，唔得用答应你的事情啦。我答應一樣嘅，迄人就同意和解，但係都簽好嘅哦。嗯呀，等你现在把某事情做下，好点点哦，没得按乌龙怪起来的事情来做啊。你都咩挑事嘅？阿婆，你做乜嘅呀？唔掂，人家做乜嘅啊？我看麻煩按到咧，人都丟鬧嘢啦。聽講嘢咯，你這唔是以後搞脫書啦，你存錢還債啦。唔可以拖，唔可以拖啦！你愛見是見，我自家壓出嚟嘅事情，我會自家負責。講到按後堂啊，你會負責？啊，根本嘢咯，冇人也是不見嘅咯，你這唔聽嘢唔敲到來啦。阿婆，哎呦，我啦，你做乜嘅嚟㗎？不要輸了，不要輸了。媽。兩兄弟吼，迄樣嘅咯，人家必杯，我炒飯甜咩？迄
人吼，就同意唔会顾阿强偷拿东西，迄都真好个呀。迄阿强，迄有留记录，看以后勇敢杀。阿公，迄脾气蛮坏啊！迄10年前吼，我连想办法来反都迄个啊。我赔本路程嘅錢，我自己會想辦法賺進來。賠錢嘅事情啊，唔是少啦。妈，我去上班的啊，你莫做铁案嘛。哦，如何我生意哦？像我穿台前就阮去高风去咧，一定系大概做按衰，不过投资嘛，就了一啖钱。有得婚姻假，真系找高哦，做呀做，暗呀做，啊你做创意多钱？新风雨。阿潘，你要去畫圖啊？今本日我去工業化。你按做哈？你咩按做？我攞件拿啦。阿強老愛講，阿爸喺派出所嘅差警官，你阿爸初步做一副卡，咁就講到阿強老嘅副卡嘅事情。初步呢，阿爸進來講一下，從阿羅媽媽同意賠錢嘅事情就安尼解決咧。冇想到十幾粒村呢。我輸到安尼嘅執法，你有冇愛自家去問阿強咧？
阿强强老乖哦，要拐去出家，古说要无一天要留伊你讲啊。然后讲唔係都幾片咩？啊，還有啲時間啦。阿潘，啊？你頭下講老怪也牽連落去，講完呢？嗰樣事你有在現場嗎？冇啊。你小李阿強又唔敢直接問去行去拍攝，阿強一定同歡喜有你呀，你嘅好朋友。其實我老乖哦，都真中意阿強嘅。老傑強後，都真將鬼上人變做老傑強用，很樂先歡喜。再見。刚刚好。罗强，今天没迟到啊。教官啊，这个迟到要罚，没迟到你也要问。哎，真是这样。你还在耍嘴皮子啊？那昨天晚上你进警察局的事情，我可以问吧？怎么又是他被叫去警察局啊？走，去教官室。走啊！好了没啊？我好想看哦。哦，那人刚坐下来就吵着要看画了啦。我想看你是不是把我画成丑八怪啊？帮你画成丑八怪就不是写生啦，坐好不要动啦。阿強啊，幾乜嘅啊？仔年仔嘅高唔高啊？高唔高？你要前條路啊？行開啲啦，如果唔掂，我當開親切。阿強，係咩啊？你用啥樣啊？有件事情向我引起嘅，范酸要向我講我砸嘅，錄音帶要向我講我以前嘅，係咩啊？而家開到高官打電話俾人未？哎呦，高官先想順一機會，馬捱本數嘅先生湯啦。也未接到電話，要我趕苦，俺的豬頭硬硬打打，亂講話。哎呦，你用啥樣？你啊，我事情都會啦，哦。俺哋上樓美女嘅錄音帶潛咗來，誒，阿蒙堂戶，演傳歌公演，去嗰邊看呢。好啊，希望你對唔到美女，點到本美女夾把關起來。係望眼淫衝啊！你要呢？啊？你要去畫圖啊？根本日我去講嘢吧。云芬，你喜欢哪一种男生啊？斯文的，有点内向的，要会唱歌，会弹吉他。啊，最好姓潘哦。哦，讨厌呐！我说的对不对呀？
管啊，你喺做乜雞？一日講嘢超乖乖嘅，行啊！美女，我觉得阿潘好像跟一些坏朋友在一起耶。什么意思？常常跟阿潘在一起的，就是小罗跟老怪啊。我说的就是他们两个。第一次见面，那个叫小罗的不就被学校记了一个大过吗？那天呐、我还看到他们两个偷摘人家种在院子里的芒果哎。阿潘一定会被这两个人带坏的。我倒觉得小罗蛮倒霉的。我爸说啊，其实偷摘人家几颗芒果这种事，就算是屋主不高兴，也不需要闹到警察局啊。什么闹到警察局啊？刚刚我不是说我看到他们偷摘人家芒果吗？就是我写字条通知屋主的。很奇怪嘅，怎么解狗棍后底下强入警察局嘅死啊？你一下張相多，我老唔對講，我本路線捉多，係因為有人寫紙條留路線講，我想嗬學搞位啲啊，咩係強殺人做嘅。哎，迄咪日按有数啊？我樣啲。我没有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哎。我爸爸昨天回家一直讲，我妈妈真的很命苦哎。小罗他妈妈不止在市场卖菜，还在我们村子里的关太太家帮佣呢。不止这样，他还带了好多家庭手工回家做哎。那他更应该乖一点，不要再惹事，让他妈烦恼啊。坏学生才会让自己的妈妈烦恼吧。你都该看目嘅。啊，嚟講緊咧。哎，哎，哎，你用飞多俩？誒，貓王三人組叫下來，應佢講點用佢個呀，唔用佢講天天啊。還撈到貓王三人組迄來請來嘅。哎，我都用天對呀。係啊，迄啲啊，做手過來啦。來看看。哦，美女畫美女，難怪那麼多人圍觀啊！畫的好不好，和美女畫美女，根本不是同一件事吧？也對了。哎，講真型嘅，唔使用飛來亞比嘅。哦，都好韓國那邊啊。你見帶好糖冇？你等下啲發圖哦，你哋先去這啦。錯，那就三人組哦，連衝的啦。連衝，嘿，你等下畫得開心啊？開心啦，再見。哎，美女，阿姨擺張嘢強我卡前面出來了啊！小姐同我叫下來了。來，來。美女，我想跟去看看。看什么？他们不是说要去练唱吗？我也说不上来啦。可是你不觉得阿潘跟他们两个人就是不像同一种人呢？我想去帮你看看他们到底在干嘛。啊？可是我还在画画哎。那你等我一下嘛，好不好？我很快就回来。好。哎，
诶，今日哦，因次福教离开过后，拄喺雷多咧，其实猥琐听听啊。迄搭唔见吼，英国嘅美啲咧，十分未伫要拄啊。啊，除非哦，有人承认之后咧。眼福唔啊！我喺用嘅羅志咗前嘅刀法，下呢班人默嘅事情都聽唔嘅，默嘅事情都係分析，有錯嘅冇唔錯。幹部挨老阿強，係咪開始潛就出事咧？現在過去圍牆地尾度潛加一擺好冇？又想要偷摘芒果啦？你那一张母猪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偷摘芒果啦？我就是看过。哦，就是你写字条告诉屋主有人偷摘芒果，对吗？对，是我写的。所以你还告诉教官说我们学校有人是小偷被抓到警察局，害我妈在电话里面被臭骂一顿，对吗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。字条是我写的，可是我才没有去你学校讲什么嘞。是吗？不相信，我也没办法。我没有想到你会因为字条被送去警察局。我只是单纯觉得，你们以为这样很好玩，可是这样行为是不对的。做缺德的事，就应该接受教训。我们在找录音带啊！你真的跟他讲啦？啊，他没有生气吗？他一定气炸了吧？他们家要因为这样子增加负债耶。不知道，还好吧。他没有唠狠话，也没有大吼大叫。不过他诬赖我去他们学校散播什么他被抓的事，太夸张了，我连解释都懒得解释。明芬，你真的还是觉得小罗是坏学生吗？不是我要帮小罗讲话，我只是觉得说，如果小罗真的是坏学生的话，那他一定就会打你一顿了，而不是只是你说还好而已了。明芬，明芬，走啊！今天我不回我爸家了，这阵子要去我妈那边住了。我们每天都会在学校见面，如果你有什么想聊的，就找我聊，好不好？那我走了哦。总动一生，心公鸡。靠！劳动服务100点钟，当日变好我留下来做。我做到那一年哦。有位美女交朋友，靠0分火嘅啦，有咩杂条介犯上，很好打小报告，老幾又冇上教，很老好教教。高过那里了。欧阳华、潘世豪，
不准跟劳动服务的人讲话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欧阳华，如果你想跟罗强一样变成问题学生的话，你就继续跟他混。世豪，你是个知道要念书上进的好学生，也希望你洁身自爱。都已经念高中了，什么样的同学可以来往，还要我告诉你吗？还不走？把你劳动服务，你不甘愿呐？我哪有啊，教官？你打伤人，进警察局，把你劳动服务已经不错了。这种态度，你根本毫无反省嘛！我应该也叫你到沈先生家里做劳动服务。等一下，沈先生，为什么我要去沈先生家做劳动服务？沈先生没有对你提告，只有来学校叫我们好好教训你，给你一个机会。是因为你妈妈又是送礼，又拼命跟人家道歉。这件事情你要好好的记住。冤家路窄。走啊！嘘，走啊！去哪里啦？你不是在躲他们吗？走啊！那边，前面看看。哎，他们是谁啊？为什么要躲他们？跟你说了也没用啊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那女生怎么这么凶啊？对不起嘛。想到人生天下太乱，情動寄望，為這樣開始妥協。朋友的班，快冇聯絡交往 ，Connect with you，將世未來，哈哈哈哈。
你请来。哎呀。我忘记录音带，什么嘢？是阿姨啦。你係先到一陣嚟啊！排車排車啊！再見啊！再見。你好，我看到有应征送报。哦，我们这里是每个礼拜结一次账，而且看你每天送的量而决定。送报的人绝对不能迟到，而且要投进订户的信箱里面。好，就这样想送报，明天就骑车过来。就这样。对，就这样。哦。原來前條路超按簡單，送報紙係我提供真實嘅條路。這樣時，我請上電，到底為了乜人家私人查？我想到一項條路對我嘅一生會有安泰嘅影響。运动厉害呢，当然要按做出，天都蛮讲嘞。神嬌啊，唔記上水啊！嚟再見啊！神嬌啊！相當熱誠，成功結。哦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老板，我要6个红豆饼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的。啊，谢谢你。阿潘，这到亚福星，一定会出强一下。还记得今日平爱行去公园吗？因经行到水面100路后，张国部长离开的事吗？虽然俺都给讲阿强的事，不过我相信你嘅感觉老敢强用。故说我要讲的话，唔听也滴。真香。哎，林芬。你要看什么？看那么专心。写给阿潘的信啊，让我看看。阿潘，你要写信给他啊？我要跟他说我喜欢他。哇，你要主动。我喜欢他，为什么不能先讲啊？昨天他特地跑来找我还录音带，而且还特地买了一个新的给我哎。哦，那这应该算是郎有情妹有意。好，我帮你鉴定鉴定。
再送一天报，我就可以领第一笔薪水了。阿公啊，你阿爸哦，有啥物无转来呢？你情况先好无啦？啊？妈，爸其中伊无转哦，唔要当真创的。妈出门去啦。你今日唔要帮了哈？无啦，我迄我迄个公司哦，亲想要调路啦。像调路？啊，遐调路唔要做甲好好哈？妈，因都无卡欠蛮多钱哦，我想钱较多的事就做啦。无，伊生意免办唔摕啦，还有啦，我看伊很辛苦啊，我免唔攀摕啦。妈，你放心啦，爸哦，唔会打唔见啦。好，我出门咯。两年3年看唔到你，我唔知遐去做乜嘅。咱拢唔插伊，路的变无故事。啊，来啦，爸请进来。好了，那我走这边喽。好吧，好吧，拜拜。小姐，回家吧。哎呦，走啦，回家啦。你看，魔术本猫王嘅鼓手吧。这样来看哦，天意啦，伊俩根本都在乱打嘛。天意啊，你睇。该因为来打嘅迄人就烂东西，迄魔啊，一天打得比伊好啊。不过多一下挨喊迄上多啊，猫王多大做唔到很多猫王。哦，第三问题啊，係基建寫新嘅迄門 ICRT 咧，應該吼清潔都會有答案啦。不過假使我愛團吼，應該迄個英文名嘅縮寫 CAT，Charming 大概啦。唔錯，俺用就冇嫌棄啦。你唔係講 charming 咩？一天係因為貓王嘅魅力，像發情嘅貓姑，本貓嘛愛到無法擋。姑叔險見貓王，你根本都在亂講嘛。哦，乜人講嘅？貓王啊，唔係愛唱情歌嘅，計條情歌，聽起來就像貓叫出。誒，阿強。唔信啊，問阿強，看萬人講卡索。阿強，係講啊，貓王因為唱情歌，唱貓叫春，所以按到貓王。你講錯？錯唔記得係講哪？嗱，應該偶像講到暗嘅啊。我看到你這樣貓叫春啊。出去啊！阿強啊，既然要來吼，叫你叫阿女嗌部卡練歌呀。好，嚟。哎，做唔得啦。啊！我喺前以前阿爸。誒，那不然太人還要你一起嘛？阿爸要得個打麻雀啦。嚇！去賭球場打麻雀誒？誒，我冇看過球場誒，還要去？嚇！唔好啦。
伊家做的猥琐，假是本阿妹知道，听说伊会冒出头的啦。哎呦阿潘，去看看天天，又唔去度叫，无相干啦。哎，好啦，阿姨唔去哦，水晒唔掉啦，我来先走咧。潘啊，下望山人主秀仪改，做唔得咧。阿强，行稳掉啊，进来啊！哎，唔好行。 你睇門鎖起嚟，我驚有會確天啊！當朝前是聽牙班就過嚟啊！誒，這樣嚟看哦，做唔得落去都算咧，下落去轉啊！哦，誒，那種無神氣咧，既然落去冇落去看看，衝大爽啊！哇！卡多了。做乜計啦？有有咩可以順便，但但你去水練到天，頭電充電電起腳步。蔡警官用這個兩。夏玲哎，豆虾。哎呦，妈咪呀，我拜托你饶了我吧！当然不行了。我等快说你啦！哎，不可以走啊！你们怎么样？没有。没事啊。哎呀！不要碰我！你走开！小心有刀！ 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幸福，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快乐。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个角落，有人默默为我加油，关心着我。假使恩也就將來特集做出頭嘅，希望恩也就會時代喊起記得曾經嘅快樂，恩也就幸福嘅童年，恩也就強行嘅路。就算恩一下嘅神發覺知有一片天空，有難同當，恩也會有福同享。謝謝你們陪着我一起走，謝謝你們為我做的所有，在未來的日子會有見面的時候，到時候別忘了跟我 say hello， 揮揮手，揮揮手。